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2 Minerals 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 AI Jason，我係由加拿大回流嘅香港人。真正嘅我，其實係一個由於先天小腦發育障礙而導致嚴重殘障嘅年輕人。透過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礦物鹽療法嘅經驗同知識。今日要講嘅係6號礦物鹽硫酸鉀，同3號磷酸鐵一樣，佢最大嘅功用都係幫助身體將氧氣帶到細胞，啟動自愈能力，支援健康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呼吸唔暢順，曾經或者好容易鼻竇炎，又或者感冒明明好返，但係仍然有鼻涕、還痰、咳極唔斷尾，就要聽到最後。記唔記得上2集講過，對付感染初期症狀，我哋會用3號同4號阻截病毒入侵。想重溫就可以睇返呢2條片。不過當感冒進入後期，雖然身體漸漸恢復，但係仲有鼻水、黃綠色嘅鼻涕或者有還痰咳嗽，就係硫酸鉀出場嘅時候。佢可以幫助黏膜修復，減少過多分泌物，加快復原速度。最近新冠肺炎感染個案又有上升趨勢，6號硫酸鉀就係家庭必備。感染期間晚間體溫上升、咳嗽未清、呼吸唔暢順等症狀好普遍。6號可以幫助呼吸道排走毒素同埋黏液，令到呼吸暢順。配合3號磷酸鐵交替使用，加快退熱同埋修復。呢個組合亦適合有慢性疲勞、輕微氣促、行動不便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。對呼吸道健康係一種溫和但有效嘅支援方法，減少肺炎併發症嘅風險。我哋好多長期顧客都會買一套傷風感冒全護套裝，或者增強免疫力配方，舒緩不同階段嘅症狀。有啲人會突然出現皮膚輕微紅疹、脫皮，甚至水痘或者頭皮屑等情況，特別係皮膚出現黃膿、帶黏性分泌物，代表體內排毒未完全。呢啲情況好適合使用6號礦物鹽，配合外用嘅6號 cream 更有效。所有同分泌黏液有關嘅症狀，例如鼻敏感、陰道分泌物，或者眼角成日有乾咗好似眼屎嘅物體，呢啲都可能係慢性黏膜發炎。6號可以針對性舒緩呢類症狀。總結返，6號硫酸鉀係一隻功能全面，對黏膜發炎同埋呼吸道感染後康復期特別有幫助嘅礦物鹽。一般嚟講，成人每日3次，每次1到2粒。6歲以下小朋友減半，將礦物鹽溶於口中，或者溶喺100毫升水，慢慢飲都得。遇上急性症狀，可以每15分鐘服用1次，每次1粒。等症狀慢慢舒緩，就可以逐漸減到每日3次。記得礦物鹽唔係西藥，冇副作用，天然又安全，而且服用時間相對自由，因為由兩腮吸收，不經腸胃，所以飯前飯後服用都可以，唔怕傷肝傷胃。不過幾安全都好，每個人身體情況唔同，有任何疑問都應該揾翻你嘅醫療顧問諮詢清楚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天然又溫和嘅身體調理方法，不妨去我哋網站12minerals.com 睇下，揾翻適合你嘅礦物鹽組合，幫你同屋企人提升能量，守護健康。為咗多謝睇呢條片嘅朋友，用呢個優惠碼免費包郵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分享我哋頻道俾你嘅家人朋友。留言我知你有乜嘢問題想解決。下集我哋會講7號礦物鹽磷酸鎂，10個香港人9個半都需要佢，記得唔好錯過啊！